后来即届互查到的私粉买主到底是假？这个粉品可能会流向什么所在？嘛，一直是一个大疑问。有这个粉品经销商出面来压料，讲这个总数9800条的私粉，有超过8000条是上共一间的这个分商。这量这尔大，分商的高层无可能唔知影。看起来，这个做官人甲做生意人之间的关系，也是藏袂少的玄机。对总统出国访问，走私9800条的粉，买主是甚物人？人类定单来找玄机。8牌子内面扣除数量较少的3以外，其他5个牌子总数量超过8000条的粉，拢是共一间分商。一个走私粉经销商出面质疑讲，分商的高层无可能唔知影，这其中敢有什么玄机？就是我们如果跟上游拿货的话，100条、200条，也许还勉强可以，再多他大概也要回去跟他的上游调货。所以怎么样在短时间收集到8、9千条烟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厘清的一个事情。那跟那个烟商有没有什么关系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敢讲。但是我看到他买那么多品相的烟，我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数量绝对不可能是他自己或者是他的亲友。就可以消化得掉的。这件走私粉的查緝收办过程某疑点，较早长期伫对查分酒走私的前检察官郑钦元就质疑讲，最后收办的时机有严重问题，指出讲这案件我都去抓到买回人。如果要追查后面的这个买家，一般我们会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方式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打扰到其他相关人，我们在背后收证。那跟着这批货出去，沿路追到真正的买家。买主是甚物人？一个少校行政官吴宗宪，敢有这个才调开600几万走私粉，背后敢有集团是甚物人出钱的？公安局用一句“侦查不公开”，继续讲其他调查的细节，颠倒，互人更较怀疑。